各位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，我係陳婉容。我係范樂行，先睇今日嘅新聞重點。長洲太平清醮大各位，今日係佛誕，長洲舉行太平清醮飄色巡遊，吸引大批市民去睇。咁重頭戲呢，就係今晚嘅搶包山。新渡輪就話，截至挨晚5點，有超過2萬人次由中環坐渡輪入長洲，凌晨就會加開班次疏導離開長洲嘅人潮。何容生報道。太平清我哋記者何容生而家喺長洲㗎。何容生啊，搶包山嘅平安包啦，好多都發晒毛同埋俾大雨淋濕咗，會唔會影響到今晚嘅搶包山比賽呢？係啊，嗱，我而家咧就喺長洲呢個北帝廟對出嘅足球場。唔該晒出面咁多位同事。12歲男童非法留港9年，早前獲發行街紙，但引起社會爭議。幫佢嘅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就承認，當初開記者會係希望給予入境處壓力，以及懷仔可以喺社會過生活。林永文報道。南海主權爭議持續，繼美軍偵察機日前飛越中國喺南海填海造地嘅島礁之後，菲律賓總統亞基諾3世重申菲律賓擁有南海部分島礁主權，菲律賓嘅飛機會繼續用依家嘅航道。We will still fly. 繼續新聞時間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到深圳會見中央官員。公民黨主席余若薇話會派議員參加，議員范國威就表明唔會出席。民建聯就政改方案發表第3次民意調查結果，超過1000個受訪者當中，有超過60%人就希望通過政改方案。台灣中南部落大雨，廣泛地區水浸，交通受阻。阿里山鐵道今日停駛，嘉義、高雄部分地區停工停課。陳永欣報導。記者陳永欣報導。美國南部天氣惡劣，暴風雨帶嚟龍捲風，多處地方水浸，最少2個人死亡，幾百間嘅房屋被摧毀，2000人要緊急疏散。陳永欣報導。奧斯卡最佳電影《有你終身美麗》描述嘅主人翁曾經獲得諾貝爾獎嘅數學家約翰納什遇上車禍，佢同太太都被拋出車外傷重死亡，終年86歲。林太基報道。喺美國加州聖巴巴拉，工作人員仍然努力清理海面嘅油污，民眾就繼續示威，要求油公司停止喺區內開採石油。邱傑華報道。一批示威。亞洲電視記者楊楚欣報道。各位新聞報道員，再會。